可以拿，可以拿。好，走。那他这个是。什么？要排队嘛是吧？好。交叉的，VIP往这边，也往这边啊，就不会影响。镜头能越近越好，老师没办法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同事是说，他觉得那个他腰很痛，因为他要用腰就是脊椎去撑着那个背带，然后这个他就觉得哇，那髋骨痛，髋骨痛，就是一整天下来其实会痛，而且你一直在走路，他是在动，所以他会一直摩擦你。好，快了，我们下一组要进来了。你看了，谢谢。好，换我们了。可以了吗？啊，没有，那一般民众要排队。哦，要排那边。对啊，你是 VIP， 你可以排这边就好。对，他用下。好，我们这。对啊，我们稍等一下，因为那边有。没有关系。他们是这样子，正在后面。对，是交叉的。对 ，OK。不要忘了你的食物。哦，对，我没有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会帮你吃掉。太好了。可以了哈。用这个。可以了。在录影，这边有人的吗？所以不用拍照，就录影就好。拍照，快点，在我手上，来3、2，快点，3、2、1，好了，谢谢。这是谁的？这个是谁？这个小猪手机。这个他要用录影，他不要拍。录影，这边是直播哎。这个可以拍照。这拍照。好。可以准备进去了。我们这边马上照一下就进去了。要拿好。好，可以进去了。你那个可以要拿出来，要不然你这样问他们那个。好了，差不多。啊，不知道从哪里进去啊？这个是照相。没有人进去啊？有，他说差不多可以进去了。Hello， 嗨哇！难得。没有，对，
没，我的频道跟你不一样啊。哎，我们一天最高300万啊，一天呢、每一天都有。昨天大概比较少，100多万多分。我们台湾没有足够的预算，那请你来当主持人。没，我们都是用台语发音的。做什么内容？台语发音？是政治内容吗？比较政治的，比较政治的。那是很，对啊，人有自己的观点，就你能自由的。现在台湾吵翻天了，所以很多人看。就你能很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，那肯定很多受众啊。是。因为别人知道电视台其实是会有。对你们，有些话不我们了解那个上面还有人在看。老天爷吧。啊 ，registration， 对。我来问他们，他什么时候进去啊？这个跟不一样啊，这个是 different group， 这个有不同 organization， 他们 group ticket。吃东西都是要买。啊，我们的在哪里啊？我忘记了，还要先领豆浆。豆浆在哪里？唔知有冇看？唔知你都去，那是拍照，那等拍照。拍照，那你要先从这边排队，然后拍照。那个是商会的，商会，但是还有另外。有很多 group， 他们自己买，然后商会说还有豆浆，我不知道在哪里 ，I don't know where， 我没有看到，只有这里。反正就是台湾 community 就买下了1800豆浆，有不知道上位来了，问一下。哎，你在这里。